用手机的大声朗读的软体，手机 APP 的，有一个大喇叭，正常的按一下就会出来的。现在从那个 APP 程式库进去找，你看大声朗读，有个大喇叭，按照反白圈反白，然后念中文，你看横的这样摇，变平，变左右方向，变直的这样拉直，你看拉直的向上一些，抬高它就变这样。这是 TEXT 记事本的档案，按暂停，来告诉你从哪里开启档案，先按确定，从这里资料夹这边开启那个档案。正常的话按一下就会出来，现在操作有点不顺了。按这里，你先按，原来它是有广告的才会这样不顺。先按暂停，按这个资料夹，它就开启那个档案。手机程式有 APP 有的会锁住这个，占住那个屏幕，美中不足的地方。是26时全部的目录是利用资料库输出的，从1史记到47新原始目录它都会一整片的反黄，变成黄色的那念。你看，不知道念到哪里，暂停再按，它就出来。你看，这样抬高它就变横的方向了。要直的就转这样抬高，直的这样抬高，它就变这个方向。这样一行短短的，念速读很方便。正常的话，按这里它就会开那个开启档案。